涼茶就大家都飲過啦。咁你又知唔知道點解涼茶鋪鍾意放一個銅壺作為標誌呢？據講呢個做法係同著名嘅禁煙名臣林則徐有關嘅。話說當時林則徐俾道光皇帝任命為欽差大臣，奉命到廣東禁煙。咁因為辛苦操勞，對氣候又唔適應，所以林則徐冇幾耐就病咗，連隨行嘅醫生都束手無策。呢個時候，有人諗起涼茶可以治療水土不服，於是走到13行嘅涼茶鋪，幫林則徐買咗一劑涼茶。林則徐只係飲咗一劑啫，竟然就藥到病除啦。之後林則徐好感激呢個涼茶鋪，仲專門叫人打造咗一個大銅葫蘆送過去，以示感謝。後嚟涼茶鋪都中意放一個大銅壺作為標誌，呢個做法正係源自於林則徐嘅呢個大銅葫蘆。2006年，涼茶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想了解多啲廣府文化，記得點返個關注啦。